歡迎收睇積積嘅分享影片。今日會同大家預告一下嚟緊新一期線上學課程嘅書本教材內容。見到呢一本書就知道咧，我哋嚟緊係會衣服主題啊。距離上一次衣服主題已經大概半年啦。我哋中間呢段時間又學咗唔同嘅袋嘅款式啦，亦都有玩過織片。我哋今日咧就回歸翻去大家咧都好期待嘅衣服啊。今次做嘅衫主要係夏天材質為主。書本入邊咧，其實佢就包含咗大概唔同種類嘅，包括披肩類啦、小背心、外套咁之類嘅衣服都會有嘅。我哋咧望一望今期嘅書本內容啦。課程咧就為期2個月啦。由於上堂嘅時間咧唔算好長，冇辦法咧教晒大家10幾款作品。我哋先前咧就經過投票啦，就話最後揀選咗3款作品咧會去教大家嘅。我哋今期會學習嘅主題，第一件會係呢一個咧有少少菱格紋密窿同埋疏窿款式相間嘅一個花花吊帶背心。肩膊位置咧用上比較立體感嘅感覺去做㗎。另外一件咧就會係一個中袖嘅雙花樣拼接。都係一件中袖外套。第三件作品咧就會係一個外套款式，佢都係中袖，不過今次咧我哋就用上一個菱格紋。菱格紋呢一個嘅花樣咧比較中性少少，男士女士咧都冇問題嘅。今次呢3個嘅內容咧，其實都相當之唔同㗎。我哋學習嘅內容包括係一啲嘅短針同埋鎖針相間出嚟嘅一啲花樣啦。另外咧，都會透過呢一個領口位置咧，學識一個嘅包邊美觀化嘅處理，以及我哋鈎織衣服好多時會出現嘅導線技巧。仲有就係點樣可以將我哋嘅衣服咧好靚咁樣拼接之後，再起埋個手袖，令到成件衫咧啲接駁位置出現得咧係比較美觀少少㗎。以上3款咧就我哋今期嘅教學主要內容啦。嚟緊新一期報名時間將會係2026年5月1日下午4點鐘。有興趣嘅同學咧記得到我哋 Patreon 線上平台訂閱啦。現有同學嘅話繼續留返喺我哋嘅訂閱平台就會自動續訂㗎啦。下一期線上學課程見啦，拜拜。